今日係2015年11月1日，星期日，亦係3條1。今日我嚟到公園耍呢度咧就係雁鷹拳。呢度雁鷹拳係我自己研創出嚟嘅。喺英國嗰陣時睇到雁同鷹去獵捕獵食物嘅時候所研創出嚟嘅，多多指教。係捕食嘅時候，佢只係好快嘅招式，所以招式唔算多。呢套雁鷹拳嘅靈感喺英國嘅 Skybar 同埋利物浦嘅海港，是我親眼見到嘅，所以研究出嚟，多多指教。